为了优化偏乡学校的齿科治疗设备，台南梦时代扶轮社向国际扶轮基金会申请全球奖学金301万，购买齿科治疗设备，捐赠予台南市8间偏乡学校。今仔日就5伫竹关区昆新国小举办捐赠仪式，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出席，并颁发奖章证来肯定因的尽心。孩子的口腔健康的保健应该从小开始。那尤其在偏乡，由于医疗资源还有很多这个孩子的上下课的行为这个其实他们讲让他们的对于牙科或是对于医院它的亲近性变得比较困难，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在学校里面的保健室设牙科诊疗仪，让医师巡回助诊，能够检查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然后在早期、在初期、在平时就能维护他们的健康，这样就不会造成龋齿。根据110学年度的统计，台南市高中小学生的龋齿率是热岛上低。台南市教育局结合卫生局的医疗车，落实校园喙孔保健宣导，让学童有正确的健康观念。另外，更结合偏乡学校进行巡回医疗服务，同时透过健保署的协助，让偏乡学童的喙孔也会当得到完善的照护。我们这样一棒接一棒，第5棒已经准备好了，又要再承接了。这样子呢，我总共募到50座牙科诊疗椅，其中2座在嘉义县，48座都在台南市。林春美组长经济节目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每校34座偏乡学校齿科治疗设备，设置经费也超过1000万。台南市教育局也感谢各界的善心，希望大家公私协力，持续优化偏乡的医疗服务甲设备。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